主管五地降落雨水，雨地得到真肥。上帝雨水拢满满，陪伴五国归山。来，请第一节。主管五地降落雨水，雨地得到真肥。上帝雨水拢满满，陪伴五国归山。第21页，你因雨水灌下长，润地土地能所发生。地理属乎万民拢总快乐。第3节稳定，稳定车最你当面流，你的路径无忧，一地空呀，草坡起水。就是当真水。第4节，山野欢喜来下最大，地形我国最满，草坡悠悠来青最山，应拢欢喜春夏。好，这是今仔日第一首的圣诗，我想咱应该拢真熟。迄歌词真侪是对咱圣经所出来。好，咱来看第2位的圣诗，圣诗第532首。好，这首歌咱嘛应该拢真熟，咱来听琴来弹一遍。我认救主，无惊见笑，好胆干净道理，保养耶稣，稳定奥妙，欢喜叹伊驾驶，欢喜叹伊驾驶，欢喜叹伊驾驶。咱来唱第1节，第1节就好。来，请我认救主，无惊见笑。来。我只求主无惊见笑，好大感情道理，好大感情道理，保佑耶稣稳定好妙，欢喜叹伊，欢喜叹伊。驾驶，欢喜叹伊驾驶，欢喜叹伊驾驶。好，这是咱第一首的圣诗，咱拢真熟。这首歌有一个故事，吼，根据迄个教会的历史的记载，咱知影迄个马盖博士第一个学生叫什么名？叫做阿华，好，严清华。严清华伊是日本台湾人嘛，对不？因为伊受到马盖博士的带领来信主。那信主的过程中间，就爱去传福音嘛，爱去宣教，爱去宣教。所以有一天，因就行到家人的所在，要伫遐要宣教。所以迄天是严清华阿华，伊要负责要宣讲安尼。但是伊去的时阵，看到爱人有伊熟悉的，看到熟悉的面安尼，所以伊就惊，毋知影要安怎讲，就惊讲，伊讲的是毋是会互别个人会互笑？因为当时迄个基督教毋是真普遍的宗教嘛，对无啊？边仔有一个马盖博士一个外国人，所以迄当中有一寡见笑，所以伊就毋知影要安怎讲，就讲袂出来。据说迄当阵马盖博士看即个情形，
伊就伫边仔唱这首歌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来鼓励伊。所以伊听这首歌以后，伊嘛对安尼唱。所以唱了后，伊就有信心，吼，因为迄个歌词提醒咱讲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。所以为主做干净，毋是一件会见笑的代志。所以咱让好胆来干净道理，好胆来干净道理，来保养耶稣的稳定。好，所以这首歌有总共有40个歌词，所以拢是伫咧甲咱一寡迄个勉励，吼，伫咱做见证的时阵，会当认主无惊见笑。好，所以咱对头过来唱一遍第1节。因救主无惊见笑，好大感情道理，好大感情道理，保佑耶稣稳定好标，欢喜太喜卡西。欢喜太喜卡西，欢喜太喜卡西。第2节，耶稣生命之贵之宝，世间无命通比，世间无命通比。主免的欢乐，是要英雄何去？是要英雄何去？是要英雄何去？第3节，耶稣全人敬畏必有。我在救主信心，我在救主信心，身体的魂到伊的手，不是的高买子，不是的高买子。我是的高买的第4节，心怀的兄弟明情，救主净化的命，救主化的命。我万幸，一定心将地定心下，心将地定心下，心将地定心下。所以这是真有盼望的诗歌。咱伫世间的时阵，咱好胆来认主耶稣。伫末日审判的时，救主就会领阮的命。好，咱即时来准备先开始今日礼拜。请安静，立办心来敬拜上帝。请奏乐。
我紧紧到好运在伫我，要照逐人的所做来报伊。我是阿里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是头一个，是落尾的，是起头，是煞尾。洗清因的三个人有福气，要互因有权伫活命的手，对遮的门伫城。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218首，圣诗218首，请起立。是用书读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，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西修女玛利亚出世，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。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信圣神，全国共同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对赦免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免。下者，那甲用诗篇9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，诗篇97篇，上主做王，地就快乐。白云甲黑暗伫伊的四围，火行伫伊的面前，伊的四拿照光世界。伫上主的面前，就是全地的主的面前，才会天显明伊的义。伊若服侍雕刻的偶像，用虚假的神自夸的，拢着受见笑。上主啊，因为你的判断，色安听见就欢喜。因为上主你是至权，盘过全地。听上主的人，恁拢着运反歹。光明是为着义人来陪伴。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，纪念伊的性命来阿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爱天父，我毋要大声阿乐你，为着你
全备的智慧甲完全的良善，为着你创造人类甲即个美丽的世界，愿意分享你伫三位一体中间无限的疼，赐予阮你无限的疼永远。阮用欢喜甲感谢的心，纪念主你为阮世间人所做的一切，愿一切荣光、乌乐拢归伫你。阮用谦卑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互阮用真诚忏悔的心，决心改过意志，来向你坦白认罪。因为阮的软弱、见笑，阮需要倚靠你的扶持甲慈爱，才当面对家己的罪过。求你帮助阮除去心中一切妨害阮真心认罪、忏悔的阻碍。阮的私欲常常在欺骗、甲对抗阮的理性、甲阮的良知，互阮伫做做代志顶面受到罪的捆绑。主啊，若无你的帮助，无你的恩典伫我的心中点起悔改的火，我就无法度抵抗这的私欲。求你帮助阮战胜罪恶的本性，无抵到陷入罪恶甲死亡的深渊。阮需要你的恩典。只有倚靠耶稣为阮伫世界顶面的牺牲，阮的罪才会当得到赦免。阮一切生命拢在伫你，为着这个重价的恩典，阮愿意献上一切。总是阮实在无啥物值得献上互你的面，只有献上阮每日诚心悔改的努力，成做阮真心忏悔的证明。由主怜悯扶持。互阮配得十字架顶面的恩典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这个沉沦失落的世界，来向你求赦免。阮活伫自私的世俗的生活内面，除了每日追求享受甲幸福之外，阮对生命无啥物期待，也无愿意为着高尚的目标来打拼。阮无要面对世界的苦难，无搁再关心世界。无愿意为别人牺牲奉献，敢若追求家己的生活安全健康。现代文明陷入一种的追求享乐、自私自爱的困境，生命变做哪来哪肤浅，敢若关心家己，掠家己做生命的中心。我求你毋通互阮陷入即款的愚妄，敢若追求暂时的享乐甲快乐。无对永生永活的毋望。主啊，对亚当一人犯罪开始，阮就毋敢面对你，时常多撇你，敢若想要倚靠家己来成就家己。渐渐，阮丧失甲你结连的能力，辜负你的慈爱。世间人无愿意接受福音的呼召，甲你失去了结连，认为会当靠阮家己来决定生命的价值甲意义，会当倚靠科学甲理性来起造一座新的巴别塔。阮脱离了信仰，阮背离人甲创造主的关系，也做已经得到极大的自由，但同时，阮会欠入一款的意义的失丧，变做一个无方向的灵魂，毋知影要为倒落去。阮的心内感受到极大的失落甲孤单。无阁有较悬的目标甲愿望，无阁有值得为伊来活的物件。人类共同陷入一款背离上帝的真理的悲惨的中间。主啊，阮知只有明白你，阁顺服你的旨意，阮才会当伫有限的生命中间来决定啥物是重要，啥物是有意义的。离开你，阮的生命会变做无法度通理解，也无意义。世间无啥物比你的旨意阁较宝贵，只有你会当指示阮一条行往上帝国永福的道路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请你帮助阮，互阮阁较明白耶稣，阮伫思想甲行为的顶面，哪来哪像是耶稣。阮的信心甲阮的安慰，完全在伫你。你伫倒落，倒落就是天堂。无你的所在，只有死亡甲虚无。求你互阮日日跟对你的
即个思想混乱甲冲突的黑暗的中间，阮只有我靠你的真理来光照，指示阮头前的路。阮常常伫思想甲判断的顶面，犯着自私、骄傲甲虚荣的毛病。由你毋通互阮的判断受到世俗的影响，若注重外表有形的效果，甲别人恶劣的称赞，袂记你敢若看重阮的信心甲阮的疼心。求主赐阮智慧，互阮时常会当通过读经，会想你美妙的教示。互阮意爱了解你所启示的真理，互阮专心伫生命中上重要、上有价值的真理的教示顶面，伫基督的中间你结连，我帮助阮欢喜跟对你、亲近你、意爱你的同在。阮虽然卑微无气力，总是通接到你的帮赞，每日尽力来服侍你。求你通过教会来引带阮。接到每一礼拜教会共同的敬拜、祈祷、大样的服侍中间，来加添阮的气力甲信心，将阮日日的生活变做一个听人请主的见证。由你使阮所唯一需要的智慧，就是明白，搁意爱顺探你的旨意。求主按照你的旨意，互阮每一人上适合的安排。阮也决意要用你赐予阮的智慧，尽力改变阮家己，甲改变这个世界。只是求主，互阮放落阮心内所有的压榨甲烦恼，安静伫你的面前，用心听你的话语。求主感动阮的心，振兴阮的灵，通过牧师的讲道，用阮的生命经历来体会你的话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顶面，满心知影你的旨意。完成新拜的以上的祈祷，求主接纳，即时阮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。
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16节到34节。语汉语本圣经第新约的第154页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16节到34节。后来，阮去基督的所在，有一个女婢拄着阮，伊互卜卦的神上身。边所用卜卦，互遐个主人大趁钱。伊对保罗甲阮又讲：这个人就是至关上帝的奴仆，用拯救的路传互恁。伊侪日安尼行，保罗真厌烦，我转身甲迄个神讲：我托耶稣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对伊出去。神即时出去。伊遐个主人看见趁钱的愿望已经失落，就掠保罗、西拉，带因入家市去见有司官，佮解送因到上司官讲：这个人是犹太人，外搅扰咱的城，传咱罗马人所唔应该守、唔应该行的规律，竟人规群起来攻击因。上司官拔因的衫，命令用棍拍因，拍真济下，就关因落监，吩咐顾家的严紧固守。顾家的受这号命令，就关因落内定监，讲因的骹查公里。若是半暝，保罗、西拉祈祷，吟诗阿罗上帝，原伫家里的人也注意伫听。忽然地大动，以到家的地基拢摇动，这门也连边拢开，众人的刑具一尽落。顾家的人醒，看见家门开，拍算官仇拢已经逃走，就背刀要家己抬。若是保罗大声叫讲，无得家己伤害，阮拢伫遮。顾家的人叫人野火来，跳入去，摇摇带拍伫保罗、西拉的面前，带因出来，讲：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得着救？因讲：着信主耶稣，你着得着救，以及你的家。是用主的道理，互伊家内拢总的人听。伫迄时，顾家的人带因去洗因的伤，伊甲全家的人即时拢受洗礼，带因上伊的厝，期办互因食。已经信上帝，就甲同家大欢喜。讲到甘牧师的目是对全家到全地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台湾是一个受到真侪文化冲击的一个所在，一阵的潮流影响咱较容易去接受新的物件，但是嘛因为换新的速度太紧，所以咱嘛真紧会对新的物件感觉真野生。莫讲对国外来的店一间一间开，然后咱嘛看一间一间的关，咱讲咱的信仰就好啊。虽然伫台湾传统的宗教占多数。但是外来的宗教较伫台湾一发展。根据2024年的统计，台湾有登记的新兴的宗教团体约有250个，无登记立案的团体可能佫较侪。这团体信徒的人数有多有少，亲像一个团体叫做维新圣教，估计伊的信徒就100万人。咱基督教可能较好淡薄，但是自我对神学院毕业20几年以来，我发觉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台湾常常会举行大型的报道会，也是异地的特会。真侪的教会是一车一车载信徒去参加这聚会。会记得有一位兄弟甲我讲，伊捌参加一个对非洲来的牧师安怎厉害。讲甲喙角全破，我对这种聚会是开放的态度，但是真趣味的是，每一届接到主办单位传予教会，伫迄摆的报道会决志要信主的人的名单的时，
然后我打电话去邀请即个决志要信耶稣的朋友来教会聚会，我收到的反应有几种。可能有个人会讲，无呢，我无讲我要信耶稣，敢若迄当时我感觉真感动，我就举手。嘛有人回我，邀请我的基督徒朋友一直叫我举手，我只好举手。所以真罕得有朋友是因为大型的报道会入来教会，但是看咱四周围的兄弟姊妹，有一寡人是透过别人的邀请，也是参加教会某一届的聚会，就对迄时开始有稳定的教会生活。所以福音敢一定爱伫大型的报道会，也是有名的报道家才会当宣扬咧。其实福音伫咱生活真侪的层面，透过无共款的形式伫展开。亲像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伫宣教旅行中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，较互咱看见福音展开的规律。这段经文一开始甲咱讲，后来阮去基督的所在，是甚物代志的后来呢？原来是保罗伫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了后，伊改变宣教的方向，伊就去到马其顿一个真重要的城市，也就是罗马人的军事要塞菲律宾。所以保罗去到菲律宾，伫安息日，保罗也照常找基督徒、找这犹太人聚会的所在。所以伊伫城外的河边找到一群伫敬拜上帝，但是要未认捌耶稣基督救恩的妇女，这妇女拢是外邦人。保罗就开始伫遐讲道，然后其中一位卖紫色布，紫色布伫当时是高级的布料，所以伊真富有的一个妇女叫做吕底亚。这个妇女伊就接受耶稣，佮带伊规家的人来领受洗礼，并且接待保罗到伊的厝里。所以吕底亚会当讲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女性，一切看起来拢真顺遂。吕底亚的信主嘛有真好的开始，但是保罗无因为安尼就感觉够压，因为马其顿人的呼声一直伫伊的内心，所以因继续往这个基督的所在去。无想到伫半路，有一个女婢拄着阮，伊互卜卦的神上身，并说用卜卦互遐的主人大趁钱。因拄着一个人，这个女婢会晓法术，伊会晓什么款的法术呢？就是用卜卦来预测未来，会当知影未来，会当知影安怎来闪避灾厄，这是真侪人期待的。所以，这个女婢互伊背后控制伊的集团，趁真侪钱。但是，这个女婢竟然对保罗几啊日，并且沿路一直话，这个人就是至关上帝的奴仆，用拯救的路传互恁。伊讲的话看起来是在帮保罗宣传，但是为什么保罗的反应是厌烦呢？其实咱袂当对这个女婢所画出来的话，至关上帝就认定伊所讲的这位至关上帝就是犹太人的上帝，因为伫近代菲律宾的考古有发现，当地有一位神就叫做至关上帝，但是伊这个神甲咱所信的上帝完全无关系。所以咱来想，保罗若继续用阮这个声音伫因的身躯边，听起来是伫讲听起来是伫讲至关上帝，听起来敢若是替因伫宣传，反正讲的拢是至关上帝嘛。但是实际上确实伫混淆视听，因为因伫外邦的所在，因无基本的信仰教育。所以，若继续互这种似是而非的讲法伫当地流传，基督信仰可能会受到扭曲。所以保罗才会感觉厌烦。保罗厌烦活当身对附伫伊身躯的邪神讲：“我托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对伊出去。”邪神随时就出去。
对遮咱会当知影，保罗养分的毋是即个女婢，保罗养分的是伫伊内面的写信。即个女婢会当做出遮个代志，是因为附伫伊内面写信的气力。兄弟姊妹，咱毋免怀疑，写信嘛是有气力的。所以咱嘛会当伫其他的宗教看见有医病、有赶鬼、有预测未来的代志会发生。当然，咱的耶稣会当做遮个代志，但是遮个代志毋是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。因为一个人的病若得到医好，一个人身躯的鬼若互赶出，遮拢是外表一时的恢复。但是人若无得到上宝贵的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净咱的罪。咱若无得到安尼救恩，咱是永远无法度甲上帝恢复关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咧看别人的信仰，咱真欣赏，哇！因所信的神会当带互因一寡有形的帮助，咱毋通欣赏，因为遐是暂时的，因无法度互咱在世时得到平安甲喜乐，并且伫咱离开世间以后，这物件无法度互咱脱离罪永远的刑罚甲代价。所以咱若要信，就爱信上大的。咱看。这写信赢袂过耶稣基督的气力，保罗一靠耶稣基督的名，就将因赶出去啊！所以这控制这个女婢的集团，看见因趁钱的工具无去啊，非常的生气，就将保罗甲西拉掠去官府控告因。这个人是犹太人，大搅扰咱的城，传咱罗马人所毋应该守。毋应该行的规例，真趣味。咱看见因所提告的内容，竟然毋是用因的生财工具，互破坏来做理由，因是用境外势力，也就是这犹太人来搅扰咱罗马人来做理由。因的损失嘛，毋是因的损失，会当讲是私人的恩怨，因甲保罗之间私人的恩怨。但是，这人告官府的理由，确实扩大到规例，扩大到身份，扩大到族群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保罗甲西拉就互拍，然后脚就即个锁链，互关伫监狱的内面。但是，即个女婢咧，伊内面的鬼互赶出去了后，圣经对伊无任何记载甲描写。甚至咱嘛无法度肯定，伊对迄时了后，敢有开始军队耶稣。但是，伊一定失去经济能力，因为对伊的主人来讲，即个女婢伊已经无利用的价值啦。毋过，咱嘛知影，即个女婢的灵性已经得到自由。原本伊是一个受害者，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透放伊。互伊免阁受到邪神的捆绑甲控制，所以对即个女婢的遭遇，咱会当看见，福音的气力是咱想象袂到的，嘛是咱无法度控制的。伊毋若对有权势、有地位的女弟仔，即种较悬阶层的妇女开始，福音嘛对互压制、互剥削的女性，即个女婢开始。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去的所在，嘛毋是保罗一开始要去，这犹太人聚集伫遐祈祷敬拜一个所在。福音要去的所在是一街路，是有需要的所在。福音的影响力嘛毋是保罗甲西拉徛伫讲台，然后讲道影响遮看家己是尊贵的罗马人。福音是伫人的性命内面。做透放、做医治的工课，这位妇女嘛，互咱看见咱家己的属灵状态。虽然咱袂互鬼附身，但是咱的内在嘛，定定失去特殊，互真济的误会、混乱在搅扰咱。这是咱需要的，毋是去度假，
咱需要的是福音。福音是甚物？用一句上简单的话，就是伫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咱真熟的一段经文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记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。上简单的道理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要互咱来得到永活。但是，这个上简单的道理，却是用上巧巧的方式进入咱的性命。因为这个福音是互所有的人，这拍破咱的观念。咱世间认为人有价值，才当得到这个有价值的物件。但是福音是互所有的人，甚至包括迄个我讨厌的人。福音的得到嘛，违反这个世间的道理。竟然咱什么拢毋免做，就会当得到这个福音。只要咱相信，就会当得到。另外，福音嘛影响咱原本的生活方式，互咱脱离舒适习惯的环境，进入上帝要互咱的调整。接续的经文，咱阁会当阁较看见福音的困难。保罗甲西拉虽然互关伫监狱，但是因伫遐祈祷，伫遐吟诗学罗上帝。因毋是细细声，因祈祷吟诗的声是规个监狱内面的人拢会当听见的声音。保罗甲西拉的处境是咱真恶得想象，甲恶得忍受的。因为迄时已经伫半暝，是真爱困的时间，黑黑暗暗无灯火，加上因两人进前已经互拍甲真凄惨，身躯一定非常的痛苦，骹阁互骹扣扣起来，连耍动嘛无法度耍动。伫遐尔痛苦的情景下面，是要安怎唱歌吟诗呢？所以咱会当知影。因的吟诗学罗，绝对毋是对因本身产生的困难，这个困难是对天顶来的。亲像教父特土良讲，当人的心灵伫天顶的时，两只脚虽然伫脚镣的中间，嘛袂感觉痛苦。这嘛，互我想起咱的圣诗内面有几啊首是以作曲作词的 Fanny Crosby。这个人伫出世6礼拜的时，红眼仔的时，因为感冒引起伊的目睭发炎，但是伊的家庭非常的丧凶，无法度负担病院的费用，所以就互一个网络推荐的药膏来抹伫伊的目睭顶。无想到伊治了后就青眉。后来Fanny伫伊的自传中间有写。当迄个人知影代志害啊了后，就逃走。但是我活到现在，从来毋捌怨恨过迄个人，因为我知影慈爱的上帝照着伊无限的慈爱甲奇妙的旨意，互我会当有机会服侍伊。伊的老爸伫伊1岁时就过身，所以伊是老母甲阿嬷饲大的囡仔。这两位伟大的女性用基督教信仰来培养伊、教育伊。虽然伊的目睭看袂见，但是因拢爱Fanny将大量的经文来背起来。所以伊用伊伫脑海中间的这经文来创作。有人统计，伊对囡仔时期开始创作的诗歌超过8000首。但是真侪出版商无爱收同一个作者所出版的作品伫同一本的诗集，所以Fanny伫一生中间捌用过100个笔名来发表伊的作品。伫咱的圣诗内面，其中咱非常熟的，亲像140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；150首，我来亲近耶稣；273首，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；344首，救主耶稣愿你来听；466首，伫迄边阳光土地；538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点身边
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，570首主上帝我坚固石盘。虽然伊的目睭看袂见，一生永远伫黑暗的中间，但是这诗歌，咱咧唱的是，互咱感受到的，较毋是绝望甲悲哀。耶稣的手扶持我来亲近耶稣。这诗歌，互咱感受到，讲是伊对上帝遐得到喜乐甲确信。这愿望也互伊伫黑暗中，对上帝会当发出极大的懊恼甲敬拜。无论是保罗甲西拉，也是腓尼的敬拜，因拢毋是伫听候改变，因才发出懊恼的。保罗甲西拉无求上帝透放因，互因对监狱出来，才伫遐懊恼敬拜。腓尼的懊恼嘛，毋是求上帝恢复伊的光明，伊才伫遐敬拜。这互咱理解到，伫黑暗中的敬拜是改变的开始，但是毋是求主改变咱的处境，嘛毋是求主来改变咱的问题，是求主来改变咱的眼光，互咱会当伫黑暗中自信伫迄个唯一的光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伫痛苦黑暗中间幽怨懊恼上帝的经验？咱非常的无助，但是你知影，你会当倚靠迄位就伫遐。虽然伫痛苦的中间，咱要选择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，咱要相信伊的主权。我知影这非常违反咱的人性，因为人伫痛苦中间上接发出的就是咒诅甲怨言，但是咱会当学习。亲像哈巴谷先知的经验，伊讲，虽然无花果树无发芽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也无收成，田园无出五谷，条无半只羊，条内也无牛。我要久要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主上帝是我的气力，伊互我的脚亲像鹿母，搁互我行伫我悬的所在。虽然这物件拢无去，但是因为上帝救我，所以我喜乐。另外，诗篇中间嘛有真侪值得咱学习的所在，亲像42篇第5节有讲：我的心啊，你啥事郁卒，啥事伫我内面着急，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，所以我要久要学落伊。因为上帝的面向咱，要拯救咱。这是咱会当仰望的，所以虽然咱的心真恶杂，但是犹原向上帝献上咱的感谢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互福音帮助咱？咱敢有伫黑暗中犹原向上帝献上敬拜的经验？这问题留互咱来思想，盼望咱学习向主诚实。坦诚家己的心肝内面悲苦的心情，伫行过死荫幽谷、死荫的山谷的时，咱嘛会当回顾上帝的信息，甲上帝过去对咱的帮助，然后向主来唱出信心倚靠的诗歌。伫保罗甲西拉的敬拜的中间，忽然间发生一件代志，地大动。滴到监狱的门，监狱的地基震动，监狱的门拢总开，犯人的刑具全部拢偷开啊！爱会记哩，监狱的门会大开，毋是保罗甲西拉的歌声带来的声音，因为咱的敬拜、咱的懊恼，毋是用来讹洗上帝的。监狱的门会开，是上帝的主权。是上帝要互人来见证伊气力的机会。迄当时发生大地震，世界暗蒙蒙无电火，所以各家的人醒啊，看见这个情形，害啊！因为正常的反应是啥？这犯人一定是逃走嘛，并且按照当时罗马人的规矩法律，若你雇的犯人逃走，
你就爱用家己的命来赔。所以，这个过家的人才会提刀出来，准备要自杀，免得受到刑罚甲侮辱。但是伫黑暗中的保罗即时出声，无伫家己伤害，阮拢伫遮。伫遮有一个真趣味，但是找无答案的问题，就是即个阮敢有包括其他的犯人？圣经无互咱答案。但是应该是所有的犯人拢留伫原来的所在。若无接续的时间，过家的人应该随去找这犯人，无可能佫留伫遐继续甲保罗对话。所以真可能保罗甲西拉的恶恼嘛影响着其他关伫监狱内面的犯人，互因的心真安然，无趁机会逃走。所以，这个过家的人一摕火把来，看见犯人拢伫地，就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面前。为什么伊是这种反应呢？因保罗所讲的这句话，保罗讲无伫家己伤害，阮拢伫遮，这真做这个人的福音。这个过家的人意识到讲，这两位互因关伫遮的人非常的无共款。所以，伊非常欣赏这两个人哪会当有遐尔啊光明的性命，就问因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救？”过家的人问的问题，当然毋是伫关心伊死了后敢会当上天堂的这种问题。这个过家的人关心的是一个遐尔啊扭曲的制度。这个制度是啥？你告的犯人若逃走，你就爱替犯人来死。这个制度非常的扭曲。伫遐尔啊扭曲的制度威胁的下面，我会当安怎做来活出亲像保罗甲西拉这两个人的性命？这两个人的性命，互伊看见的是啥？就是因无趁机会逃走，因遐尔啊安然自在。我会当做甚物来得到亲像恁共款遐尔啊安然甲自在咧？这过家的人的反应，互咱看出，互人欣赏的信仰，毋是脱离世间的罗网，然后秘伫厝里伫遐来修行。真实的信仰是伫艰难重担的生活内面，咱悠远坚持对上帝的信心。以及对人的善良，这物件伫过家的人，伊拢伫保罗甲西拉的身躯顶，拢看会到，伊体会到，所以伊非常的欣赏，伊嘛盼望会当得到这种快乐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传福音其中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互人来欣赏咱的性命。但是，这个欣赏毋是欣赏你特别有钱、有快乐、有能力、有地位。咱要互人欣赏的是，为什么你伫拄着痛苦患难的时，会当有甲一般的人无共款的反应咧？这个人会想要知影。但是反倒转，若是咱无好的见证，侮辱主的名，别人嘛有可能对咱所信的大打折扣。接下的经文，就是保罗甲西拉讲的：“着信主耶稣，你就得着救以及你的家。”这句话非常的有名，但是较定定造成误解。伊的意思毋是讲只要一个人信主，全家就自动得救，因为信仰无买一送一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用家己的性命来宣告的。但是，咱看这个过家的有偌醒目，伫保罗身躯顶的福音，伊马上将伊规家拢总带来听保罗讲道，然后全家信主洗礼。为什么伊的家庭会当伫第一时间就将全家带来听保罗讲道呢？因为当时的交通较无方便，所以过家的人甲伊的家庭通常是住伫监狱内面的宿舍。也是监狱的附近，较方便伊就近来管理这个监狱。所以伫这段经文，值得咱注意的就是，这个过家的人伊心境的改变，
原本伊是绝望到拍算要自杀的人，但是伫认捌福音、信上帝了后，伊是安怎？通家大欢喜。咱想，若即个人无认捌福音，无接受福音，然后伊看见即个门大开，伊掠做人拢逃走，伊自杀的时，伊的太太会安怎？伊的囡仔会安怎？但是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非常具体、非常真实地改变一个人的心境，嘛改变伊家庭的命运。所以我认为，这就是着信主耶稣，你就得着救，以及你的家真好的解说。因为当咱有好的改变，就较容易，互咱厝内的人认真去看待你所信的信仰是甚物。所以，咱兄弟姊妹，若是家庭中间唯一的基督徒，叫咱用嘴向这未信的人传福音，可能有淡薄困难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，上好的方法就是互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伫咱的行为顶面来显露出来，互身躯边的人看见咱信主了后有的喜乐甲平安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原本敢若是保罗甲西拉路过腓立比所发生的一个小插曲，但是较留了永远的影响力。咱知影后来腓立比的教会，诚做是保罗学老的一个教会，因为因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喜乐的教会。若会当用一个字来代表腓立比教会，就是喜乐。所以咱拢讲，伊是一个喜乐的教会。但是这个教会是安怎开始的？就是对吕底亚伊全家的信主，到各家的人全家的信主。这个家庭一家一家互呼调，嘛一家一家出去传扬福音。因组成的腓立比教会，毋但有好的基础，因嘛诚做保罗宣告的中间非常重要的支持者。保罗非常疼即间的教会，这咱会当对腓立比书第1章一开始看伊安尼写：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，提摩太批寄互徛起伫腓立比，点伫基督耶稣隆重的圣道，甲这监督以及执事，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得到恩典平安。我见有少年恁，就感谢我的上帝。逐摆为着恁正人祈祷的时，常常欢喜来祈祷。这间教会无互保罗烦恼，这间教会非常的健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见这间教会起初是一家一家的开始，所以咱毋通看轻咱个人，也是咱家庭的得救。因为每一个互主改变的人，咱拢会当带出互四周围的人改变的气力。因为毋是咱本身有气力，咱无真敖，咱真憨慢，但是有气力的是福音的本身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领受对你来福音，互阮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拯救，阮会当得到永活。这个永活带互阮的，毋若是伫今世，阮有愿望，阮也知影，当阮离开世间的时，阮有永远的活命在听候阮。之所以，阮真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得到安尼福音。总是伫阮四周围的人，也有真侪阮的亲人、朋友、阮的同胞，也有未认捌你的。恳求你赏赐互阮气力，互阮勇气，也恳求你大心改变阮，互阮身躯顶有耶稣基督好的模样，会当来吸引这的人。主恳求你，互阮有勇气，会当将你的福音来宣扬出去，帮助阮。当阮开喙，当阮用阮的行为来见证你的时，阮相信四周围的人就要有看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先开主播来读今仔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我点伫因，伊点伫我，因会完全来做一个。互世间知你找我，也知你疼因亲像疼我一样。约翰福音11章23节。
我点伫你，你点伫我，互因会完全来做一个，互世间知你找我，也知你听因亲像听我一样。约翰福音11章23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532首，请起立。者奉献，请廖桂干执事、陈秀娥执事、廖穗芬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阿起立。阿姐，都是报告，请咱看就部第177页，后面的部分由丁达请中级来订正，有关聚会甲下周信讲的事项的，请咱家己看。2点，上山国校生命教育时间，也6月初3拜二上午8点要举行结业式，请义工的老师7点50伫辅导室头前集合，欢迎关心校园事工的兄弟来参加。第4点，教会定6月初8礼拜上午9点半庆行降临节，要举行联合礼拜中间要举行圣餐，请咱兄弟备办心。牧师介绍新来人客甲补充报告。好，咱后礼拜是联合的礼拜，是圣神降临节的联合礼拜，请咱兄弟会当真准时来做礼拜。好，这是咱来公道，咱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，那么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，为着大院的机体、公基者、出面现长老、流动民商来祈祷，为着机体身躯欠满伫处理疗养的。咱真欢喜，今仔日看见临时长老也转来咱中间，甲咱做礼拜，咱继续为伊祈祷。嘛为着慧基姐、廖吴淑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佑春姐、陈乔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俊晴兄、怡丽、素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咱开喙为着这个事，为着这个集体继续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为着阮过去阮的道路来献上感谢。无论是平顺，也是逆境，主，阮看见你拢带领阮，牵阮的手来行。所以，阮无得惊阮未来的路，无论阮会拄着病痛，也是拄着真侪真艰难的代志，也是面对教会的这事工，也是真困难的建堂的工课。主，阮相信你也要带领，恳求你，予阮带着信心来继续仰望你。主，特别伫病痛中间的兄弟姊妹，要为着因甲因的家庭来祈祷。恳求你赏赐特别的气力，予因会当伫信心中间要仰望你。主，也恳求你透过医生、医疗人员的手来帮助这兄弟姊妹紧紧恢复健康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主，面对这个变化的世代，主也恳求你赏赐阮有智慧，知影安怎来传福音。因为阮每礼拜阮接触真侪的囡仔，也是遮年长的，因拢还袂信主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予阮有智慧来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。也赏赐阮遮服侍同工，予因拢会当伫无共款的角落服侍时，心平安喜乐。用感谢的心来继续仰望你，主，恳求你也带领阮的宣教师，因无论伫逐所在，你牧养因的羊群。主，恳求你赏赐因智慧，予因教业气力，特别为着阮所认捌的广福牧师因来祈祷。
伫缅甸安尼所在传福音，需要真济的帮助。主恳求你就加添，互因气力，也帮助因伫每一个骹步拢看见主你的心意。主，因也要为着阮的台湾世界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这片土地以及全世界。主，恳求你来解决中间的混乱，也是阮人类的破坏。主，恳求你的公平、你的公义会当伫即个全地来运行，互阮看出你的奇妙治理。主，阮将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，互阮有气力，帮助阮用新的眼光来面对阮的世界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是来吟圣诗388首，吟诗了后，请陈牧师祝祷。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息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